頭起先來看這粒中度風颱包圍，即馬已經愈來愈靠近台灣啊。氣象署透早是同步來發布海上甲陸上的風颱警報。今仔日包括着北北基桃、新竹、苗栗、宜蘭，也有花蓮馬祖，這規工呢攏是停班停課。根據觀察，這個8粒包圍風颱呢，伊的路線是有流往北去，登陸的機會是無介大的，也毋過這風雨是愈換會愈明顯，所以提醒各地民眾都愛真注意啊。日時風颱離咱也有一段距離，大部分地區也無啥明顯的風雨。包圍風颱當日往來台灣，氣象署嘛已經發布海上、陸上風颱警報。雖然包圍已經減弱做中度風颱，不過氣象署提醒講，暴風圈其實無變細。像7級風暴風半徑悠遠有380公里，10級風的暴風半徑是180公里。氣象署有固定熱的幾率無懸，不過影響悠遠真大，嘛繼續對基隆、雙北和宜蘭花蓮等地區發布陸上警戒。海上颱風警報的範圍有台灣海峽北部、台灣北部海面、台灣東北部海面、台灣東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峽。陸地上的警戒區域有南投以北，包含台中以北的地區，以及宜蘭、花蓮、台東地區。氣象署表示，照風颱的路線甲速度，風雨是愈換愈明顯。拜五暗到拜六日時風雨上大，尤其北部地區、宜蘭山區含中部山區，會落豪雨級數以上的大雨，雨水還到拜六暗才會減掛。若馬祖受影響的時間是較晚，風雨是拜六開始才增強。風的部分，氣象署是提醒北部地區，拜五暗到拜六暗會透9級至11級的強陣風，其他的地區也有8、9級。北部地區、宜蘭地區以及中部的山區都有可能會出現局部性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會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話，也會隨着這個颱風的雲系慢慢的移入，也會有局部性的豪大雨。這樣子的雨的狀況，可能要到明天的晚上才會慢慢的減緩下來。受到風颱的影響，氣象署嘛發布大雨警告，提醒宜蘭蘇澳到南平的恆春、滿州和牡丹等地區要注意。拜五北海岸甲東半部海湧會超過6米懸，各沿海的海湧嘛有3米。到拜六北部沿海可能會出現10米以上的大湧。氣象署提醒民眾唔通去到港口、河口甲沿海道路這個高風險區域。記者盧尚如、林曉凱台北報道。